上嗰幾集我哋就講咗3個領域嘅記錄方法啦，包括係學習、對話同埋思考。大家都應該 get 到嘅，呢3個領域係可以幫助我哋累積知識。但你知不過呢一本書嘅第1、2章有提及過，記錄除咗可以幫助我哋成長之外啦，仲可以幫助我哋主導人生喎。咁記錄啲咩嘢先可以做到呢？就係記錄經驗。記錄經驗係可以將我哋原本唔覺意形成嘅心態變成有意識選擇嘅過程，即係話你先要見到自己係點樣，先可以決定到自己想變成點樣。咁而同經驗有關嘅記錄咧，大致上分為日常同埋工作。今集就會話俾大家聽日常嘅記錄方法，具體做法應該要點做。每年都會買嘅 schedule book 究竟要點樣用呢？事不宜遲，即刻開始今集嘅內容。用最低嘅門檻創造無限可能性。大家好，我係舒淇 Mavis。今集同大家講嘅係《巨人的筆記》第8章：日常成為自己人生的主人。作者金奕翰。唔知大家會唔會同我一樣呢？要記錄日常生活嘅嘢，唔係好知道要記錄啲乜。日日嘅生活都係咁噶啦，好似冇咩特別嘢可以值得記錄喎。但係其實呢個只係我哋一個嘅誤解。書入面有提到啊，對於記錄嘅人嚟講呢，日常生活就係可以揾到潛在可能嘅機會。點解咁講呢？如果我哋冇一個記錄日常小事嘅習慣啦，我哋係對嗰啲小事係冇咩感覺噶，因為日日都做啊嘛，都係咁噶啦，唔會有啲咩特別事發生，亦都唔會有啲咩特別意義噶喎。人成日都會忽略咗習慣咗嘅嘢，唔係因為佢冇價值，而係我哋睇得太耐啦，以為自己已經知道晒所有嘢。但係當我哋開始記錄日常小事之後啦，好神奇嘅係佢會慢慢將你帶到去當下做緊嘅嘢，無論係咪瑣碎事都好。而呢一個專注令到你留意多咗平時忽略咗嘅細節，唔好睇小呢啲細節啊！好多時新嘅靈感往往就係由呢啲細節嚟開始噶啦。除咗可以俾我哋有新嘅靈感之外啦，記錄日常都可以幫我哋用另一個視角去睇自己今日發生嘅所有嘢。因為我哋冇可能一發生或者做一件事就即刻寫低噶嘛，通常係去到某一個時間回想翻自己今日發生嘅事，再去記錄落嚟嘅。而呢個時候我哋就可以試下用第三者嘅角度去檢視一下自己今日做咗啲咩。作者喺書裏面叫呢一個做鳥瞰嘅角度，而我就中意用上帝嘅視角嚟形容呢一樣嘢。當局者迷大家都應該有聽過啦，意思係當自己成為當事人嘅話啦，好多時我哋都會俾自己當時嘅角度去困住，而睇唔清成件事。但係如果我哋將自己放咗喺上帝嘅視角去睇成件事嘅話，睇嘅嘢就會闊好多，相對地都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客觀去睇所有嘢，睇得清成件事嘅真相，而發現核心問題，再針對性去改善。咁講到點樣去做記錄啦，好多人覺得一定要長篇大論咁樣去寫，描寫翻成件事出嚟，因為驚隔咗好耐之後再睇翻，唔係好明究竟係發生緊啲咩事。而呢個記錄方法有名嘅，叫做敘事記錄。但係作者叫我哋唔應該咁樣寫，我哋應該要用場面記錄。咁咩係場面記錄呢？就係用關鍵字按翻時間順序去記低翻你一日發生過嘅嘢。譬如9至6返工嘅，咁我哋就可以寫9點至12點返工，1點至6點返工。咁如果你下晝返工發生咗件事，同上司有嗌霎嘅，咁你可以寫返工加同上司鬧交，好嬲。總之越短就越好，唔好用太多時間去寫你同上司嗌交嘅過程啊，裡面講過啲咩啊？點解要咁做呢？首先就係夠快。作者成日都強調嘅，記錄係要有效率嘅，唔應該花太多時間去做，因為越花太多時間就越唔想再做。同埋得個幾隻字，當我哋之後去睇翻嘅話呢，都會容易啲睇，唔使下下睇成篇文章，睇多幾篇你都唔想睇啦。我
我諗大家都有買過 schedule book 翻去寫，我好中意買㗎，我每一年都會買一本翻去，之後就幻想自己會寫到成本滿晒啦，之後再睇翻啊，就覺得好滿足啊。但係事實上呢，每次都係寫一兩次就唔再寫㗎啦。因為其實唔係好清楚應該要點寫啦，同埋究竟寫啲咩先係好呢？頂晒籠都係寫今日發生過啲咩事啊，同埋記低邊日約咗人出去食飯啊，或者朋友生日咁樣。咁究竟點樣寫日誌先至好呢？依家等我分享一下作者平時係點樣寫日誌咯。首先日誌嘅第一頁啦，佢就會寫低自己嘅目標。佢嘅作用唔單止係可以 remind 自己嘅目標係咩呢，仲要係提自己要將個目標視為中心嚟安排每一日嘅行程。書入面有一句說話就係，如果你有想做嘅嘢，就要喺日常計劃裏面刻意安排相關嘅活動，唔理係30分鐘又好，10分鐘都好，總之就係要將佢慢慢融入去你嘅生活度。當時間耐咗，你就會發現自己個人生好似慢慢改變，夢想唔再係一件好遠嘅事，而係原來自己都可以慢慢去達成嘅一件事。之後我哋就可以 plan 一日嘅行程啦。好多人嘅做法就係寫到密密麻麻嘅，用小時嚟做單位。通常呢啲係唔會跟住做嘅，同埋根本冇咩可能跟得足去做，反而會令到你有一啲被困嘅感覺。所以我哋可以分3個時段，朝頭早、下晝同埋夜晚，千祈唔好寫啲咩具體時間啊，淨係寫翻上晝要做啲咩，下晝要做啲咩，夜晚要做啲咩就得。同埋唔一定要寫關於工作嘅嘢嘅，可以寫埋同興趣有關嘅嘢啦。但係最緊要係要安排少少關於你夢想嘅嘢。咁 plan 行程嘅時候呢，我哋可以喺成日計劃裏面揀一件最重要嘅事，唔使諗得好複雜嘅，亦都唔使一定係要同工作有關嘅，總之跟翻自己心想就得啦。譬如你中意下晝去圖書館睇書嘅，你咪將呢一日當做嗰日嘅核心行程咯。點解要咁做呢？因為如果我哋唔喺日常裏面建立一個核心嘅話咧，就會覺得嗰日好似渾渾噩噩咁噶啦。好多時我哋一日裏面太多嘢做啦，可能大部分都係關於人哋嘅嘢，而唔係自己嘅嘢。如果我哋唔揀個核心行程出嚟去做嘅話呢，你可能全日都係做緊自己唔中意做嘅事，日子耐咗你就會覺得自己嘅人生好似冇咩方向同埋重心噶啦。除咗要揀核心行程之外啦，我哋 plan 行程嘅時候都要留翻個半鐘至到2個鐘頭左右嘅空檔嚟做一個緩衝，等自己可以有機會去調整一下個行程，同埋可以利用呢啲時間去做一啲之前趕唔切完成嘅嘢。另外，我哋都要計劃一下自己嘅自由時間，任何事都得㗎，打機又得，聽歌又得，跑步又得，攤喺梳化咩都唔做都得。總之嗰一段時間係做可以令到你放鬆，又或者令到你開心嘅事。始終人唔可以24小時都做嘢嘅，點都要有少少自由時間俾自己去放鬆，休息係俾你繼續行更遠嘅路啊嘛。咁我哋應該喺全日邊段時間去寫日誌呢？作者就話夜晚臨瞓前寫就最好噶啦，因為嗰陣時我哋可以回想翻嗰一日自己做咗啲咩啦，然後寫翻落去個日誌度。咁當你知道今日完成咗啲咩之後呢，你就會發現有啲咩未做，有啲咩係可以做得再好啲嘅，跟住你先可以有個概念去安排聽日應該要做啲咩，後日要做啲咩。書入面有一句說話我好中意嘅，就係活在步調飛快的現代社會，我們往往被迫活在現在與未來之中，但這一切都必須先有過去。記錄不僅是過去的反省，更是現在的發現以及邁向未來的決心。而呢一句正正就帶出咗寫日誌嘅終極目標，就係要我哋回想自己嘅一日，俾我哋盡快知道邊啲嘢仲未完成。當你不斷咁回想自己嘅一日，你就會慢慢了解自己，見到自己嘅模式係點樣，發現到自己有啲咩問題，了解咗自己嘅情感係點，之後你先可以有意識咁去選擇自己想成為點樣嘅人。咁依家我哋嚟一個總結咯。我哋點樣去記錄日常呢？有2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就係用場面記錄同埋上帝視角去寫翻當日發生過啲咩事啦。第二個部分就係計劃下一日要做啲咩。而計劃裡面啦，我哋要特登安排少少關於自己夢想嘅嘢啦，唔好用小時去做單位嚟安排每日嘅日程，將佢分朝頭早啊、晏晝啊、夜晚就得。計劃嘅時候要揀一件你覺得最重要嘅事嚟做嗰日嘅核心，之後仲要留翻個半鐘至到2個鐘頭嘅空檔嚟做個緩衝，計劃埋自己嘅自由時間俾自己休息就得啦。
我哋要記住，記錄日常就係將你嘅專注力由過去嘅煩惱同埋未來嘅擔憂帶返去當下嘅真實，而所有嘅發生，所有嘅改變都係由呢一刻開始。下一集就係呢一本書嘅最後一集，工作。平時返工咁多臨審嘢要做，點樣可以運用記錄去提升自己嘅工作效率呢？開會嘅時候個個都有意見嘅，如果要做記錄，可能有排寫，同埋都未必寫得切，咁應該點做好呢？有興趣嘅你哋記住留意我下一集。今日就分享咗巨人的筆記第8章，日常成為自己人生的主人。嚟緊嗰幾日我都會喺 IG 度分享書入面嘅一啲金句，有興趣嘅話記得 follow 埋我 IG， 我哋大家一齊交流，一齊進步，一齊用最低嘅門檻創造無限可能性。我哋下集再見，拜拜。